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係我的神。今集去到天水圍，位於蝦尾新村嘅華嫂冰室。我自己較早前呢，就喺 IFC 嗰度有一間華嫂冰室專做外賣嘅，嗰度嘅餐單係比較貴，而且我食過嘅質素都係差過呢間蝦尾新村，所以其實分店同埋總店呢，應該有好大嘅差別。如果搭公共交通工具，就要去西鐵天水圍站，由 E3 出口行過去大約10分鐘左右。咁途經鏡頭前呢條路嘅話呢，就證明你冇行錯啦。咁響入去食之前呢，麻煩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幫我訂閱，記得撳埋鐘仔，或者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記住唔好飛廣告，非常感謝大家。拍攝當日呢係星期六，應該係一個星期裏邊最多人嗰日。我哋最後呢都排咗大約45分鐘。提提大家，因為佢收5點，同埋佢星期日唔開，所以逼晒喺星期六嚟。288號288。睇嚟呢4兜粉麵係最出名，同埋必飲嘅冰花奶茶。其實佢個番茄湯做得比較特別，因為佢仲有好濃郁嘅薑味。呢種味道係好易入口嘅，同埋番茄味係極濃。至於豬扒呢，我就覺得冇話好突出，係普通茶記嘅水準。成碗嘢嘅分數呢都係嚟自個湯。呢碗嘢嘅靈魂絕對都係因為湯底，芫茜係可以令到個湯呢好清新。豬膶就係一般嘅，去個口度薄地地，我中意食漢法嗰隻厚厚地，絕對好食過深水埗維記。牛肉比較粉嫩，但係佢始終冇乜肉味。出前一丁鴿呢個湯呢，真係食得好爽。總括嚟講都係唔錯，雖然都有美中不足嘅地方。至於個奶茶呢，飲咗好耐都冇話個冰溶咗呢，而令到個奶茶溝淡咗，因為佢啲冰都係奶茶整。呢個就係檸檬益力多，凡係有益力多呢，都幾難唔好飲。另外我就有加15蚊呢，要多2隻瑞士雞翼，佢係整得幾入味，個汁甜味重少少。如果太平館嗰隻呢，就苦少少嘅，咁我就中意華嫂甜少少嗰隻。最重要佢賣得平好多。呢個其實正確名稱應該茄蛋菠蘿油。我覺得呢個組合係唔夾，佢所有材料都正正常常啦，不過夾硬擺埋一齊呢，我就覺得唔係好夾。菠蘿包皮又夠脆，個包亦都夠鬆軟，只係唔係好夾咁解啫。呢個芝士鹹肉豬仔包呢，咁嘅配搭係好難唔好食嘅。我老婆其實對牛肉好抗拒，但係我俾佢咬一啖呢，佢就完全食唔到有牛味，佢反而覺得係似午餐肉，所以都好懷疑鹹牛肉其實係豬肉嚟嘅，或者牛肉嘅比例相對較少。不過我唔係否定佢味道啊，總括嚟講都係好味嘅。如果要同菠蘿包2揀1嘅話呢，我會揀芝士鹹牛肉豬仔包。呢張單呢就唔準嘅，應該加埋220幾，因為爭個益力多，性價比絕對有。所以華嫂冰室總店呢，值得嚟試。好啦，今集就嚟到呢度，
未訂閱嘅朋友記得幫我訂閱，記得撳埋鐘仔同埋俾個 like 支持下我。記住唔好飛廣告，非常感謝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